丈夫提前下班令妻子既惊慌又恐惧，可这细小的变化她却丝毫没有在意，于是像往常一样进入浴室先洗个澡。但诡异的是，已经在悄悄揭开面纱，浴室里原本清澈的洗澡水，竟莫名其妙的变成浑浊刺鼻的石油。冤种丈夫的一生就这样提前落幕。之前利弗在退出扎康的驱魔小组时，留下未来恶魔会现身的地图。现在原本凝固的血液再次变回新鲜，这代表此处已经有恶魔祸乱人类。随后扎康便赶到了事发地点的偏远小镇，恰好让他遇上冤种丈夫的出殡葬礼。观察中，他转身撞倒一位卷发美女，女人看到痞帅的扎康都蒙圈了。最近很长一段时间，泽德脑海里老是浮现出不属于他的记忆，他将每个场景记录下来画在纸上，而每段零碎的记忆里都有扎康的身影，也包括他会出现在小镇的葬礼上。其实在扎康看到画像后就明白了一切，但他想起恶魔说过，只要是和他接触的人最终都会下地狱。没办法，扎康用笔戳穿了画像的眼睛，并让泽德高举画像，透过孔洞3点一线的看向太阳，仿佛间他陷入了沉静。等他反应过来，扎康早已消失不见。不过他也不是善类，刚才交谈时他偷走了对方的钱包。脱身的扎康进入酒吧打听冤种的信息，原来死者是小镇矿区的工长。对他的死众人并没有惊讶，因为1年之内矿区已经死了9个工长了。他们在矿坑里经常会听到恶魔的死亡低吟。得知消息，扎康第一时间潜入矿区，面对有人看守，他躲到铲车旁做掩护，搬动操纵杆弄出响声吸引看守过来，然后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矿坑。起初进入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但他不知危险正在背后步步逼近。扎康用工具敲击岩石，竟然听到了暗处与他呼应的回声，紧接着矿洞开始地动山摇，吓得他马上离开了这里。离开后，他不请自来拜访了冤种的家，趁大家都在忙，他进入了浴室，然后提取了浴室花洒的石油样本。可不巧的是，他被冤种的妻子发现。为了不挨打，扎康谎称自己是报社的记者，边瞎话的同时，他注意到妻子手腕上的煤灰。就在他疑惑之际，对方识破了他隐瞒身份的谎言。见情况不妙，扎康便想闪现走位，没想到还是被工友抓到一通暴打。为首的矿坑老板警告他，不管你是记者也好，还是环保局的，总之你千万不要搞事，否则一定会死得很难看。 You heard it as well, didn't you? The knocking. 回到旅馆才发现泽德在这里恭候他多时，刚来了打情绪烦躁，于是不听对方的解释就要赶他出去。不过就在他们接触的一刹那，两人产生了共鸣，才知道他会读心术。随后扎康露出阴险的邪笑，嘴上说帮对方查清记忆混乱的原因，实际上他却将提取的石油样本倒在了对方的手心。转眼间，泽德的意识回到了案发现场，同时也真切地感觉到工长遇害时的痛苦。他仿佛看到了木质的十字架，感觉时间差不多了。扎康擦掉手心的样本，换回他的意识，而小镇只有废弃的教堂才有这样的十字架。